所以你嘛有看迄出电影？嗯，有啊，我嘛算是文青诶。叫文青。嗯。嗯。你也是莫食钱好啊，我食。歹势啦。无代志啊，是我无去注意到你的状况。根本嘛无啥物状况，是我较无胆尔啦。阿姊啊伊，毋是，恁妈伊甲我问讲，你含上出来食饭。有啊。安怎讲？我讲我甲你啊。你直接讲。嗯。哇。哦。我讲算笑的，我无讲，我无讲。哦。要食看卖，无这袂歹食呢。我遮大嘴啊！我。好食。好食。蛮好食。我会继续加油啦。那你要教好你啊？什么物件教我？咱跨年要去食。你别我做去跨年。无要搁食。我只会想讲你和朋友做伙啊。我想要把时间拢留好你啊。啊，你有想着去食？好啦，我等下查。我来查你的。还是你要来我打工的迄个饭店？哦。无人跨年去迄种所在啦。那会无？那会使做第一个。来哦，安尼我想要请问，你敢记迄间蛋糕师，你有着猜到先甲我伸一遮大的嘴皮？吼吼，你即马要讲即件代志哦？我怀疑吼，你是毋是要趁这个时阵吼，甲这路徛时候要找我算账哈？会使呢吼，对，会使呢。唔，咱讲吼，出这个大门以前哦，咱哦爱甲迄个民国对方的同意书甲签哦。在你讲。哦，你讲的哦，在我讲吼，安尼吼，咱就吼好好啊讲吼，菜得心呀。伊毋若小三、小四、小五、小六吼，我处理这我都处理袂完啊啦。我即摆吼就该放煞啦啦，哈。虽然伊是一个好人，毋过吼，我嘛无需要搁委屈啊家己，是毋？对，莫委屈家己。赞哦。所以丽玲的姊妹啊，爱说了，莫去用骗。啊，若拄着问题来问水手，因为水手我嘛算，小三界的前辈啊。我感觉这样呢，我会使做一集口音节目呢。无，我是感觉你吼，为着迄收听率，你真啥物拢敢讲啊？你足敢的呢？哎啦，一定爱啦，搁较敢啦。咱即马修复了后咧，你才问你介意啥物款的查甫啦？哦，我即马选择哦，足济哦。嘿嘿，多谢你呢，效果足好诶。等播出时间出来，我才甲你通知。唔免啦，我明仔载就要搬转去高雄啊。因为车已经到啊，我先来。我送你。我家己来。嘿，家己去。好。阿姐。会使呢，精彩！我住喺外口听吼，我基本陪拢掠起来，你感觉？
咱会使开始想后礼拜吼要邀请谁。无法度，每一集做这个，你知影我都压力偌大。袂啦，我就感觉你场面控制了袂歹啊。明年开始吼，一个月一集。每一集拢做小三哦。啊，我毋是迄个意思啦，就是邀请来宾啊。哼，哟，要跨年啦吼，所以今年嘛是甲同事做伙过啊。哦，今年我有别你约安尼。你谈恋爱？礼拜暗时8点，拜六礼拜就伫公司台语台